苏建和吼，伊即个离开湾岛了后，是伫个咱几啊个迄个算做讲人权组织啦吼，做工课吼，投入人权的工课啦吼，包含人本基金会、台湾会吼，世界会等等吼，嘛，即个入去东吴大学的人权研究所读册啦吼，嘿，咱其实即个苏建和吼，伊即个案件，大概咱在座加加减减拢知影啦吼，嘿，咱即个12月份因为有即个国际人权日、世界人权日吼，咱就借即个机会来邀请建和来讲即个主题，伊今日是要讲即个主题吼，即个主题，或者爱问邱老师啦，因为咱的台语的国形是有另外迄个意思嘛吼。所以你嘛是讲，你嘛会使讲。嘛会使吼，就是要讲酷刑迄个物件。你若讲，咱本来咧讲，即个人哪会遮酷刑安尼有无吼？迄形容嘛吼。伊即摆是要讲即个所谓的酷刑即个物件吼。咱嘛先用酷刑安尼来讲啦吼。请建和来甲咱分享伊，拄则有咧讲伊嘛去校园吼，有真侪场的演讲，嘛是咧说明遮的一寡代志吼。咱就把时间交互建和，请建和来分享吼。感谢建和今日来啦吼，来。谢谢。各位嘉宾，大家好，感谢黄会长来邀请。其实我你讲用台语演讲吼，黄会长问我讲，你感觉用台语演讲？我讲答啦，就18年前去个建国会邀请我迄年才30几岁啊，同少年的，伊讲68岁就即摆我甲黄会长讲，伊即摆拢差不多90几岁，正100岁今年会使来甲大家讲吼，分享一下讲即个反科技吼。其实阮毋管是我吼，阮的先辈吼，比如讲 Peter 吼，文雄先生。我嘛是拢受因的启发，算阮捌足久我03年的时阵，就是第一算之前，就是因为谢谢。之前就是因为我就是我是实子人吼，阮实子发生迄个1991年的时阵，就发生一个凶杀命死2个伊即摆就讲，就是本来是一个人姓王，就是讲伊就是现场有伊的指纹，所以就宣告破案。结果实子分局的警察因认为讲一个人免杀2个人，就咧无证据的情况之下，就黑白杀人我就真不幸。我拄好就是去互抓去拆骹，所以我就去互判死。我官司拍到2003年的时阵再审，2000年再审。真遗憾，阮老的算无法度看到我去互判无罪。我03年我就第一届判无罪，我就转来。转来我就去林权去互安尼去互糟蹋啦。我就感觉讲这人权最重要，所以我就走去台关会做志工，嘛是受阮 Peter 的影响啦，一寡前辈我拢真佩服，我是无爱读书的人，就无拄啊不幸去互关在一档，内底若无读册就要起笑，所以我就看做侪。看会出来了，我想这咱家己学问无啥够有当时要甲人讲代志，咱嘛讲袂清楚，所以我走转去读书，较知影读书真正是困难。我即摆是明年我就新4年你要去退休，读袂毕业差不多所以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即个主题因为有当下我讲到我家己的代志，也是讲到即
较严肃的议题吼，我拢会较轻松讲吼。啊无吼，因为我较早去学校啊，迄学生也听着讲哦，这是啥物话歌，我听我就想要困，所以我会较轻松的吼。所以恁对我来讲拢算在座的吼，拢比我少年吼。所以我今仔日用较轻松的吼。大家免硬叫讲哦，我拢毋知袂，其实吼法律无咱大家想的较困难吼。咱是一个人权法治的国家嘛吼，大家拢爱讲吼。我定定甲人也问我讲咱有人权无？吼，我就会甲讲有，咱一直咧进步，进步偌济吼。我今日要分享的即件代志，咱就会使来加减了解讲台湾是毋是一个人权吼，有人权、讲民主、讲法治的国家吼。因为迄个用的歹去吼，所以讲我来用这种吼。对，我知影，问题出咧倒，当机。伊这可以平开。平开哦。因为伊一定小倒去。无，会使。我直接讲好啊吼。我拄仔一定因为迄个处理吼，我一定自我介绍吼。我就是1991年吼，我真正去互判无罪定案是2012年吼。迄个啥物是酷刑吼？我毋知影讲大家会对即个酷刑的看法。比如讲，我当年去互肉体去互刑求吼。我足痛苦的，我精神上嘛足痛苦的，所以伊对于迄个酷刑的定义是有分两种，一种是肉体，比如讲我去互国家比如去互警察公务人员身体会去互伤害精神上的嘛有哦。即马其实咱的司法一直进步，所以。即马一寡警察其实伊一定袂甲你刑求啊，伊甲30档以前是无啥共款。你讲咱维权时代你只要莫名其妙去互掠入去警察局，一定去互拍去互刑。即马无啊，毋过即马你较有问题是讲，迄警察检察官来讲，你毋好我配合，我就甲你关起。像这是毋是对你的精神上你的？会感觉讲哦，你安尼甲我恐吓，我足惊的像讲你若伊的定义就是讲，你若是精神上伊甲你，互你感觉你非常的痛苦你会惊吓这就是酷刑咱台湾其实咧2018年伊12月其实行政院有家己提出讲咱这禁止酷刑，咱爱立法。咱爱甲国际爱共相向就对，因为一寡先进的国家其实伊对于人权其实拢一定是法制问题是讲咱的台湾拢无因为过去咱可能咱时代背景，所以无法度以前你警察敢会讲看证据袂，要看你生做是毋是真歹人阮当年嘛是安尼这后壁我来讲，所以伊这规条名足长的啦伊叫禁止酷刑甲其他残忍不人道还是有如要安讲？有辱人格的待遇甲处罚公用所以这足长的伊其实真简单，就是我写的，就敢若一项安尼就是讲。你对你的身体你的肉体还是精神上你互你感觉一大的痛苦，这就是酷刑这个毋是讲咱家己去想要去定的，其实对1984年世界就一定联合国就一定，因为以前足济，伊毋是讲你看最近
战争也好啦吼，啊伊过去其实每一个所在拢会人权拢会受侵害。啊，你若讲战争，吼，也是讲有发生啥物灾难，谁同艰苦，就是咱啊，咱同衰啊，吼，咧人民拢第一个会受伤害，所以咱台湾啊吼，其实自从哦爱安尼讲吼，其实自从民进党执政了后，其实咱一直有咧进步吼。比如讲，即马嘛有国家人权委员会，啊问题讲伊诶进步，咱敢有法度接受吼？毋是讲有就好啊，吼！我定定安尼讲安尼形容讲，哦，我足想要娶一个足水诶某，身材有够好，因兜阁有够好个啊！吼，这是我诶理想吼。啊，现实我无某吼。啊，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咱有想要去立即个法，啊，问题讲现况吼，咱做袂到，吼啊，所以我较需要一地去甲足侪人讲讲，吼，咱即马需要共同来支持吼，啊，这法爱互过吼，吼啊，这是今年吼6月26吼，我甲迄个台关会吼，啊，甲人权公约这一寡团体吼，啊，阮咧立法院啊，吼咧隔壁，吼，就呼吁讲，哦，你这确实禁止确实爱过，因为立法院即几冬吼，一直讲啊，即个法爱过，因为咱迄个人权公约有拢讲有9大条是同重要的吼，会核心啊。即马咱其实已经过5个啊，吼啊，其实即个照你讲，就一定爱过，啊，毋知影怎讲，杀到即马伊嘛是拢。啊，无法度通过啊，所以阮逐年吼6月26，你就会看到阮拢会出来开记者会啦，吼，游行啦，吼，办活动，吼，啊，第一段我有了甲恁解说吼，讲是安怎这会重要，啊，可能因为咱即马吼会讲坦白，咱即马咱会较少年的吼，其实咱即马因为对戒严了后吼，戒严了后啦吼。对戒严啊，戒严了后，吼，咱其实一直行向民主，吼啊，所以你讲真正会去拄着讲啊，莫名其妙咧路去互拍迄招，啊，敢无有，吼？咱顶个月有人莫名其妙食一仔物件，尔去互拍甲规身躯拢伤，啊，伊是安怎去互拍？警察歹势，阮掠毋着人，吼啊，这迄个我袂记咧囥吼，这有吼，今年已经发生2件，警察莫名其妙先甲你拍甲讲啊，吼啊拍毋是讲拍轻轻啊拍呢，是拍甲伊做到白袂起来，吼啊结果回息咧讲啊无紧啊，你若有啥物，你若认为不安去用拍毋着人吼，你去申请国家赔偿吼，所以即摆嘛是未收煞啦吼，啊当然。迄个警察局因拢有出来回息咧讲，啊歹势啦，阮着掠毋着人。啊，毋过重点是，你就算讲你掠毋着人，你感觉伊是，你啊袂入去警察局，你就是共拍甲凄惨吼。啊，所以这代志是一直咧发生。啊，毋过伊个几率足低个吼。啊，所以咱着较无感吼。啊，无感的时阵吼，我只要摕我家己个来甲大家分享吼。啊，我大家拢知影讲，其实我。刑事部分，我其实官司拍21档，吼，啊，我对1991年吼拍甲2012年我甲拍了，啊，拍了的时阵吼，这中间吼，我是1995年的时阵2月9号去用死刑确定，吼，啊，死刑确定了后，就会等国家要甲若咧过去吼是3天至10天，吼，我背过46个。去用死刑确定的，咧去用枪杀的，吼、我背过46个，就是当伊安尼看，毋是讲真正背去看伊枪杀，是伊咧社房内底，吼、啊，伊接到通知了后，讲啊，伊一般过去拢差不多天光差不多4点的时阵会通知讲，哦，你较等下传的，要甲你拖去枪杀啊。当事人听到了，其实骹拢软去，无法度创啥。啊，我算较稳定啊，所以我的工课就是讲，我会去背，甲讲，啊你要去用枪杀啦，你有啥物要交代无？啊，我就爱甲
记记安尼，啊寄去伊个看守所会寄去阮厝诶吼。所以迄阵我1995年诶时阵，我嘛是咧等迄个差不多，我对1995年等到2000年，我有无等诶时间。逐工吼，若暗时较风吹草动，我就感觉讲，我就想讲靠腰是毋是后一个拖我去凊杀啊吼。啊，所以这是对我诶精神上吼是非常诶困扰。啊，好你加在讲，足侪人甲我关心支持吼。啊，所以阮即个案吼，到尾是2000年诶时阵，阮有申请再审。啊，法官认为讲，你即个案甲恁判死刑，本来判2个，到尾改判变一个死刑。啊，哪会啥物证据拢无调查？吼、啊，较等我会甲大家补述即部分吼，就是讲过去恁会认为讲，哎呀，咱台湾较进步，啊，判人死刑一定是证据充分吼，人证物证拢有。啊，事实上，咱即个台湾过去吼，即摆敢有较进步有吼，因为你若台湾的司法若无较进步，你嘛袂看到我咧遮甲恁连续咧讲话。啊，事实是有进步，啊，我即个进步咱有法度接受无？吼，我去学校吼，定定有迄学生甲我讲，因为我都接受，因为你莫冤枉我就好啊，你冤枉别人我会使接受。吼，啊，伊讲哪有人讲法官也毋是神啊吼，哪有讲你若讲1000件冤啊，1000判1000人死刑就对啊。若一个2个冤枉，迄哪有差？迄正常啊，法官是人也毋是神啊，啊，你我都接受，我就甲学生讲，我啊，你愿意做迄个去用冤枉的人啊？无人买嘛，啊，所以司法袂使甲讲你咧工厂生产的产品讲哦，我1万的产品我会使忍受有50个是歹去的，无要紧，迄个定做就好啊。啊，你人也去互你也甲凊杀，你敢会使讲啊？无要紧，我搁甲你救活就好，无可能嘛吼。所以讲，咱来看即个死刑吼，嘛事件吼，死刑本身我认为就是一种酷刑，吼，因为咱国家吼代表咱国家的公权力，吼，就是司法之一，吼。啊，你要安怎去讲公平、公平、公正的来审案吼？这是一个基本，吼，你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吼，你司法若无健全吼，你莫好讲，吼，你永远就袂进步，吼，就是这就叫人治啦，吼，毋是法治，吼，人治就讲过去咱违反就是人治啊，吼，无，我看你即个，就甲拖去扁掉就好，伊就写一张纸条啊去互司法就好啊，吼，这代志绝对袂发生，因为呢，咱毋知影讲倒一天咱退步了后，受害的是人，吼，小保守者。啊！阮是咧1996年的时阵，大家较会发现阮这个案，是因为阮就是1995年本来2月9号去用算确定了后，阮就差不多2月就去用拖去凊杀啊。啊，迄阵呢，咱司法咧同美一个法律吼，咧守管的就是迄个检察总长吼。啊，迄阵呢，检察总长伊看着阮会讲，毋对啊。伊就检察总长看了，就会交互法务部长，啊部长因毋捌咧看审案的啊，伊就硬甲你转落去吼，啊你就是操10天内你就拖去凊杀。啊，迄阵检察总长吼，伊就看着阮会讲，毋对啊，啊你这共判死刑，但证据一堆证据拢无差，所以伊提出24个大疑点，讲你每一个疑点只要查，其实阮就袂用判死刑啊，啊伊就无爱查嘛，啊当年吼，阮也有控。有控过警察，啊，嘛有去甲监察院吼，订正吼，啊，订正讲啊你，阮安尼要去用冤枉啊，是安怎？咱的国家拢无人看见，无人发觉啦。啊，到尾啊，迄个时阵就是因为媒体就开始有报啊，吼，啊一寡人权组织嘛有理解啊，吼，啊迄阵你若有兴趣，你会使开始，你若有兴趣吼，你会爱看。你会使看影片啊，吼，阮的影片拢看有多国的杀人术，技术啊，吼，啊，一甲三拢讲稳，啊，你讲啥？你吼讲一个警察去用冤枉死刑的，警察毋是袂去用冤枉哦，吼，警察阮即马司改会嘛咧救援一个警察吼，啊伊
伊是好，伊是做有名警察，伊嘛去用冤枉，就开始走路啊，你讲警察话嘛吼，也有迄个国手啦，也有公务人员，拢会冤枉的，毋是讲干那讲你看起来你都无读册啦你拢逐工闲无代志也无去工课你开冤枉无冤枉这是感觉讲无一定啦我哪会去冤枉即条案件？其实我当年是安尼我1991年的8月15我咧厝诶帮阮老诶，因为迄阵阮兜算迄阵，阮老诶咧做迄个自助餐我就帮伊包便当包好包百几个我就开始要送拄阮咧迄个就有四个汉草最好诶，开一台白色诶轿车，就开到阮兜门口，阮兜咧迄个台线咧路边，就甲我扭入去个，甲我塞入去个车，甲我载去十字分局。迄阵我嘛毋知影遐是十字分局，嘛是后壁仔知，就开始甲我翕，叫我讲爱信任你刣啦，我迄阵你看我，这是我咧十字分局的时阵，我去用拍甲衫无查条的莫讲，衫无看哦，我去用拂啊，规个面敢若低头的，规身躯拢全伤，拢乌青结血，结果伊讲安怎？伊阁有我离开警察局的时阵，从送去看守所的时阵，我爱规身躯拢爱烫了，因为检查讲你有伤无？你有安怎无？结果我规身躯拢全伤，这是阮之前甲检察院临检的时阵，伊去调查的。阮安怎查伊都法官安怎检察官伊拢袂愿去调查，因为伊无迄阵就袂，我就袂去用冤枉较济当到尾安尼，你看我有遐济证据，我阁有人证，只要看到我拢愿意出来作证，我迄阵去互拍甲咧。结果，阮控告十字分局警察，你知影？伊阁迄案阁走去树林，因为伊迄管辖的地区就是阮实际就是树林的。伊讲，伊咧迄个不起诉书内底写了。足含糊的，伊讲，因为我有着伤是事实，毋过因为无罪推定我袂使证明讲是倒一个警察甲我拍，所以拢无罪，拢无代志就对啊。毋过呢，我拍甲后壁因为阮法官开足侪时间咧审理，我有去用评究无因为伊认为讲这代志的甲即个案有相当的关系，过去。伊拢讲无关系，所以你看阮的纪录片的时阵，迄个检察官讲，当初甲阮起诉的检察官非常的罕过，以前咱无啥物法制啊，伊无咧树林地检署规定阮咧十字分局去互刑求阮还未离开十字分局，伊家己走去十字分局，甲阮问啊，我就咧边仔去互刑的去互迄警察控制。伊就问我讲你有犯罪？我讲无，所以阮到尾仔哪会？阮再审的时阵，迄法官主动调查迄录音带，因为警察佫有录音，毋过伊拢共洗掉红勘掉，所以无检察官有留。结果录音带听了我讲59届，我无杀人，我无犯罪，拢无记。检察官甲我讲一句话，伊讲你去用拍关我啥物代志？你紧承认犯罪安尼，所以。啥物自备迄拢算乌白弄的，伊就甲我写讲我安怎就叫我警察就摕我的手叫我签名登印迄就是我的自备，所以阮到尾拢有调查得清楚，所以我咧民国96档甲100档就是同尾的迄个判决拢认定我有去刑求所以刑求其实是一地拢存在的即马咱台湾拄我后壁就像迄个郑信哲伊的名实在太歹讲台语伊嘛是有去互法院认定，伊有去互刑求，到尾嘛判死刑，到尾嘛是再审无罪嘛确定即马
佫有另外一件就是区和顺吼，伊检察院有甲迄警察判刑，因为伊有共刑求嘛吼，结果伊嘛是去互判刑，无法度申请再审，非常上诉拢无过，所以伊去互伊咧看守所关34天啊，即摆佫会关。恁有闲的时阵嘛会使去司改会去看一下讲吼，这是啥物代志？其实讲正经的真悲哀啊吼，因为吼毋是咱去互冤枉无要紧，吼，咱会使看讲别人冤枉，反正咱无敢啦，吼，管他伊要冤枉啥，我18岁嘛是安尼想啊，吼，我连阮隔壁迄阿嬷要过马路，我嘛要甲扶过啊，吼，毋过我到尾去互冤枉死去。所以我即马恁甲会看到，我会甲恁分享。我感觉讲这是一个，咱若要追求民主法治吼，咱要追求人权吼，咱大家拢要有共同的理想吼，袂使讲咱就目睭客过就好啊吼，反正咱传统就讲反正艰苦也是一天啦吼，无食一天吼，凊彩食一天，一天过一天吼，我感觉安尼咱是袂进步的吼。我即部分我因为恁可能对我的案较无了解，吼，我为着要互恁了解讲，阮即个案的迄过程，吼，甲恁想的可能有淡薄仔无共，吼，所以我即马佫开始即个阶段，我要用我的咧诉讼时阵阮的资料，吼，我当年其实即个是我家己翕的，吼，这就是恁若伊检察官要起诉，一定有一个起诉书，吼，讲你犯啥物罪，吼，当年啊，阮的检察官伊的起诉书内底讲恁即几个吼拢承认犯罪啊啦，无附啥物证据，吼，其实阮即也毋是啥物讲无证据啥物显然毋是，吼，阮当年吼有迄个指纹，吼，迄个鉴定人员的命案的现场有采到迄个3个半的指纹，吼，佫有头毛12支，吼，佫有一种圆点形的迄个AI，吼，即马问题来啊，讲你今仔日恁若是侦办的，当年侦办的警察还是检察官还是法官，恁认为命案现场有一个证据，敢莫做调查？对啊，当年爱啊！我感觉咱即摆即个问题问幼稚园的，嘛该讲当年爱啊！你要判人，因为你要判人死刑啊，无歹势。我甲去互判2个死刑的时阵，遮拢无调查，是安怎？因为法官讲，迄拢无重要，吼，所以你会使咧网络看到我的判决书吼。阮第二吼，伊这拢无调查吼，拢无调查，我就去互判死刑啊！吼，因为伊讲，阮家己有承认啊，吼。对，问题是所以我一开始有爱讲我自白是安怎来，其实我来警察局，我就一直讲我无去犯罪啊，伊无无法度，你就去互拍，我去互拍30点钟啊，毋知拍甲规身躯拢全伤，吼，伊即马佫来就爱讲你谁鼓你要犯罪，吼，所以定定有人讲你若吼。毋是你做的吼，甲你拍死你嘛袂使承认，吼你承认你就该死，你认为安尼有合理吗？吼你即马讲咱是法治的国家，你敢听咯？吼所以，阮迄阵的律师吼，就提出讲，你即个案讲现场是有因的指纹，你当然你爱鉴定指纹啊，吼所以第一份证纸就写讲你爱鉴定。指纹结果无鉴定指纹，吼，我是无甲法官等下啊，阮就一直冤家讲你爱去调查，你爱调查，结果阮甲高院的时阵，较开始慢慢调查，真正有甲证据调到足完整的时阵是阮再审的时阵，无好在算讲我无命无不该绝啦，吼，佫有法度评价讲我再审，有法官愿意替阮调查证据，吼。阮之前的恁有听过迄个江国清案、徐志强案、曾希哲案，迄拢共款的人鉴定的，甘一组人鉴定的所以
你要甲讲咱有啥物水准啊？所以到尾阮请迄个李昌钰博士伊就做鉴定拄啊我有讲，这证据是拢是因迄鉴定的专家去做鉴定来伊即个命现场其实凶手有留下鞋仔印，留鞋仔印了后，伊敢若留一种圆点的形的鞋仔印李博士讲这就是一个人，因为咱比如讲，咱今日在座的来宾咱逐个安尼，拄啊咱鞋仔拢有搭嘛，所以你只要有去检查咱鞋仔印就逐个一人都有一种问题当年因哪会有爱做这？因为伊就是要判你死刑啊，因哪有可能佫互你翻案的机会？较侪法官对头到尾就是恁就是死刑甲确定安尼。即摆来讲歹势，我甲你判毋着啊，无可能。阮算台湾第一件法官讲伊佫会愿意讲你歹势甲你判毋着啊。伫台湾定定有人甲我问讲，伫台湾法官甲人判毋着，甲伊判死刑，害人去凊彩有代志无？绝对无诶，绝对无有代志诶。伊共款过伊家己诶生活谁有代志，咱有代志，因为你若袂税金，就爱摕去。伊若申请国家赔偿，恁就爱靠恁的税金去付啊。所以讲，你这无监督有问题的时阵你就无法度讲啥，就看运气啊。所以阮当年鉴定的结果，伊用迄个犯罪现场的登记开始看迄证据这网络嘛有你有拍。李昌钰甲我的名伊就会出一支影片，李博士就会解说讲伊个当年是安怎哪会伊认为是一个人所为因为其实阮足侪时阵我拢毋知法官问我毋捌去过命的现场，我也无去犯罪啊。你甲我问我拢我根本我就无法度回答遐所以即个时阵阮的义务的辩护律师，伊就申请讲你爱搁并调查，因为你要判人死刑所以阮老爸迄阵来甲我去踮咧迄发传单也好，也是讲甲人讲，伊嘛无讲阮囝就一定冤枉啊你讲你遮既然你要判死刑，你证据你就是爱调查清楚即马即个是到尾李博士的鉴定报告伊就有讲。现场因为就一种指纹讲迄头毛迄女行，你有看迄个纪录片就知影，迄头毛拢是被害人甲伊的家属下结果伊即马讲这会使证明讲，就是恁足侪人犯罪，你知影无？因为迄凶手甲家己的头毛捡走留被害人下伊迄判决书。黑白写你嘛无伊法度啦这是讲到这我去用研究的迄个过程造成这冤案其实是一种安尼佫来就是讲咱的过程因为咱法院法官无要求嘛，又认为讲反正你着甲拍甲伊家己承认就好啊，咱哪爱去做啥物科学的鉴定，爱去科学办案咱哪有迄个材料所以伊就是即马就是自备就变同重要的。法官伊佫无愿意去调查的时阵，就一直受害的人就一直参出嘛这是我要试我当年1995年我想讲我着要去用刺杀啊，所以我就写我有写批互总长我嘛有写互总统，嘛有写互部长伊的回馈伊就讲咱这爱伊的。伊有收到啊啦伊会进步，所以咱即马警察局爱录影录音第二个我有足侪熟识的法官拢少年的，伊即马讲，你咧警察局你也讲你有去用研究你警察局伊咧警察局10点钟，你就爱提出10点钟的录音甲录影带，那你只要有几点钟几分钟无提出来法院就会认定
即个有去互刑求，无你拢你保障你警察嘛，保障迄个当事人啊，吼啊，所以这是咱即摆较进步的吼。啊，其实伊是对1998年就开始就立法通过啊，吼啊，即条就甲阮较有关系啊，对，我当年就是写批，啊，我嘛有写互马前总统啊，伊嘛拢有批，所以咱当年吼1999年的时阵是相信试行讲，我不管你警察局，你就是袂使佫共刑求啊，啊，你爱录音爱录影，吼，保障大家嘛，吼，莫讲10个哪有法官吼，以前是安尼想的，你讲。10个人去法院，同无有9个讲伊个警察局去互刑求，啊法官听讲，啊恁这拢要脱罪啦，伊就认为无去互刑求，吼啊事实吼，迄9个真正有去互刑求，因为我咧看守所11当半吼，我拄着太济冤案啊，吼啊你讲哪有人讲逐个挡会掉，吼啊你也认为讲挡会掉吼，你人工你互我15分钟，我讲你蔡总统是你甲读的，你嘛会讲是，啊，所以讲刑求即个代志吼，毋是想的较简单吼。啊，咱这有进步啊，咱对1998年吼，甲最近吼，我拢有足关心的啦吼。啊，即马咱的警察专科学校吼，嘛开始学迄鉴定吼科学办案吼。啊，这拢是即2-3档啊尔。你莫讲哦，我咧讲民国70年、70-80年的代志，毋是。吼，这是即马当下发生的代志，吼，咱无法度佫完全，就是讲杜绝讲啊，咱袂佫制造冤案啊，无，吼，毋过比以前较好，啊，这所以我会感觉真安慰咯。有人拢会晓讲我以前去互警察翕甲忝，我是毋对警察有啥物不满呀？我有，我对当年甲我刑求的是指分局迄几个6个，吼，迄个警察我足生气，因为因拢无去互处罚，啊，毋过无代表讲我对警察我就有啥物不满。我颠倒遮济当来，我拢一直认为讲咱警察的伊的环境，伊保护咱的安全。啊，毋过问题是讲因的福利也无how好，吼，所以你看即几档有当时啊，警察莫名其妙就去互呛死，吼，迄也有咧发生，啊，所以讲。你若当有警察受害，阮嘛感觉足心疼。问题是讲是，你是毋是爱去检讨讲，咱的警察的装备是毋是伤差？吼，啊，因的福利有因有保障无？吼，啊，这拢是共款的，就是应该拢爱进行改革的代志，吼，啊。咱即马讲，有较侪冤案的平反是，嘛是2003年的时阵，吼，咱甲无罪推定吼的原则。啊，你安尼你就知影讲2003年咱反应安怎？你即马也莫名其妙，恁敢捌听过一寡俗语，身故身命，恶人先告状嘛吼，无钱判啥？判死吼，有钱的就按判生吼。啊，有当时我讲。到了诶，你拢黑白讲，因为我迄阵包青天看伤济啊，其实我感觉恁这拢是胡萝卜济啊吼。啊，事实我家己拄着，我知影讲，哦，原来这是真诶吼。所以讲人讲戏如人生就是安尼吼。啊，咱2003年迄阵还佫无经，甲即摆已经过要20档啊。所以咱即个部分就一定有咧进步，啊有完全进步无？你知影讲，你即马去用冤案吼，你一定爱提出证明，像我拄仔讲的，我会使证明讲我无去犯罪，现场就是一个人犯罪啊尔。迄指纹是啥个？指纹就是迄个姓王的，甲阮拢无关系，吼。啊，问题有一寡冤案是安怎？伊一寡警察拢去用毁掉伊啊，啊是啥毁掉的？就是当初申办的怀疑警察甲毁掉的，吼。啊，伊即马。无法度犯案，要怪啥？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咱家己吼爱加关心即部分啦吼。啊，咱台湾其实是我感觉咱台湾真正开始有较进步一寡吼，咧司法吼有讲人权保障即部分是
2010年的时阵开始的吼，啊，这是2012年，迄个咱迄阵就是总统府人权有设迄个人权委员会，啊，因逐年拢会出迄人权报告，吼，啊，迄阵迄个我的案甲江国庆案吼，伊嘛是去因为向刑吼，啊，就是自白，啊，就无甲1年就去互凊杀。啊，迄阵因老的吼靠哪的，你也看迄个岛国杀人技术2吼，内底伊就访问爸，啊，当年爸就看到电视讲啊，就阮老的嘛来替我申冤破冤，啊，伊就甲阮爸熟识啊，吼，啊，伊也捌写批互我，吼，江国庆因爸，啊，所以迄阵其实咱在咧过去拢足可怜的啦，吼，啊，你为着一个其实吼，每一个冤案的背后吼，毋是讲当事人，就像我无感觉我同可怜，谁同可怜？就是阮时代的我的亲人同可怜，因为逐个拢讲啊，你迄个教出一个死刑冤出来，吼，啊，阮小弟去读书嘛，读甲大学讲拢甲起诉，吼，啊，其实我心内我是非常的艰苦，啊，阮故乡足可怜的，就是被害人的家属也足可怜的，因为伊心里讲谁是凶手，其实毋是啊，恁黑白人判，啊，即马对方伊就讲啊，就是恁，因为司法讲就是恁跩就是凶手，啊，讲无我冤枉的啊，啊，伊即马我平反了后，伊无法度接受啊，吼，所以讲司法伊也要公平，哦，公正，伊其实伊拢啥物拢伊毋是讲，敢若讲无要紧啦，反正你一个尔，你算你较衰。袂使安尼我嘛要去做司法院长啊。反正我也甲你看毋着，讲歹势算你较衰，吼。啊，阮99%阮拢判着，吼。啊，当然司法袂使安尼，吼。所以因为咱即马拢有人权报告，吼，啊嘛有国家人权委员会，所以你即马你若有人权受侵害的部分，你会使去订正的。啊，以前吼，检察院该爱订正下公务人员，哦，比如讲法官。警察这公务人员你爱订正，吼，啊，你也比如讲，这同案吼，伊算讲阮有啥物，我看着讲，哦，你这袂使，你这社会袂使安尼，有发生啥物代志，你认为讲这需要改变，你就爱订正啊，吼，无一定是你家己啊，吼，啊，这互大家看卖讲，吼，这是我19岁是1990年，吼，啊，我迄阵，我无爱电头吼，迄是阮表姐伊拄好咧要考牌啊，啊，就交厝边头尾拢爱互电啊，啊，因为阮妈妈互阮迄表姐电安尼，吼，啊，这是迄年，就是阮爸阮母啊伊足少年，吼，啊，你看安尼，目睭一年安尼，我今年嘛51岁啊，吼，啊，所以。遮济当来其实吼，我心里无啥健全啦，因为咱像讲，你看最近温差较大吼，我若超过8度，我人就足无爽快，因为我当年算讲去用刑的时阵，我21当我拢无法度好啊去医啊，吼，看守所无医生诶，所以我喙齿也无好啦，我身体也无好，迄看守所内底以前无，即马较有。吼，你即马你若讲啊，我喙齿痛，伊就讲啊，你食止痛药啊，啊，我腹肚痛，啊，你食止痛药啊，啊，伊止痛药拢是同差的，所以食久身体就无好，吼，啥物拢无好，所以我即马吼，人讲吼，少年吼，迄个算讲身体用吼，啊，老来吼就拢风死安尼，啊，所以讲。即马就是会较困扰吼，啊我吼会盼望，也是咱会盼望啦吼。其实讲，你讲一个国家吼，你讲你要稳定吼是安怎？犯罪人爱受惩罚吼，啊无犯罪去用冤枉的人会使平反吼，啊法院吼，拄警察局吼是。
保护咱的维持治安的伊拢会使，就是互咱感觉讲，互咱这台湾因为足侪人毋知你知影咱台湾是世界有排头10名的安全的，咱的治安。你若有我14年去迄个有迄个，就是欧盟有邀请我去欧洲啊。迄阮同行迄讲迄包仔伊安尼摕咧，我要录袂着。我较知影讲，咱真正汉草身体有够差。伊就当你的面伊看着你摕钱出来，伊就甲你用咧，你就走去啊，咧西班牙。迄走有够紧诶，我骨力是查甫录袂着所以转来开始讲，若要出国，身体爱练好。所以讲，伊迄就是讲，咱的治安足好诶。咱的警察其实即马少年诶甲以前过去无共款。你看民国70年诶时阵发生啥物代志？民国70年诶时阵，咱台湾发生第一件银行去互抢，就李书科无。迄阵嘛是冤枉迄个王怡贤所以其实你讲咱的法治是足侪人会拍拼甲足侪人的青春岁月甲足侪人冤死换来因为咱会讲，敢若讲咱足自由的咱环境足好的，敢若运动的无你若即马无拍拼无关心，可能10年了后咱可能比对方搁较夭寿所以即个无做推动是足重要，毋是讲保障好人啊歹人伊会使保障咱所有的人你看为白色恐怖是安怎来？白色恐怖就讲免理由的啦伊若讲你叛乱，你就叛乱所以讲袂使你看。你的名若甲牵来斗去每一个人的名，拢会使变向冤咯。咱袂使安尼来算讲茫咱讲咱后盖咱的国家要行到倒去所以呢，少年人就是后盖恁啊，阮差不多啦搁有科学你看咱即马迄个网络啦也是诚足进步的对无？科学。你司法的科学的办案鉴定拢爱进步啊！你袂使阁像以前安尼，我看你生做就敢若歹人的，你当作我公孙小无？你知影我有一定的去互判死刑，安怎去互判？你看迄个岛国伊内底迄个审判长，伊是讲我看你三个就是歹人，我要甲你判死刑。阮律师。当庭讲我抗议啊！你若使讲看人外表，你就要判人死刑。所以我演讲我拢会摕我18、19岁相片看，我会看我家己做引导的。所以你袂使讲家己自由的心情讲你是好人，你会歹人袂使。你一定爱有科学的鉴定，爱看证据讲话爱看证据办案你袂使讲你今日你是有钱人，我就对你较公正。你对咱社会无贡献你对12岁你就开始犯罪，你犯罪到30几岁，你搁甲我要求搁去杀人，搁去掳肉这就是即摆的冤案的即摆有讲两件，我是感觉少问题，所以伊就是拢无好去处理，因为无人会甲关心啦。伊自细汉就歹囝，要甲关心所以讲，这是一个基本我今日算歹势，听我安尼讲我今日准备的无讲足济，因为迄个防卫者讲内的拢是甲学生较无共款所以咱即马这是我准备的是，若真正拢无有哪去讲拢无啦，我有一届去一个迄个算学校演讲，伊是开放的，算学生会找我去的。现场真正无人，都加2个人安尼足感谢的你搁听我家己一个咧遐讲讲无，
歹势，我是要收的，我等你讲阮迄收的，阮袂知，拢有。啊，我嘛捌去讲价1800几人，所以讲今仔日因为咱人较少吼，所以逐个会使来小讲，你有啥物问题吼，嘛会使介绍一下。恁可能逐个拢我拢毋捌恁啊，内底我应该敢若捌黄伟志安尼，剩下我拢毋捌吼。因为咱即马佫算佫早嘛吼，时间加迄个9点半，所以我有讲啊说8点半吼，咱逐个即支会使用嘛吼。拄则是敢若无声。喂，安尼你用即支吼，逐个会使讲你对即个咱今仔日的主题吼，你有啥物想要讲的吼，还是讲你有啥物建言吼，咱逐个共同就是讲互伊制度，因为即个法还未过哦，即个法毋是过啊，咱就是有哪讲你讲咱做进步，咱确实咧亚洲吼，咱算进步的。你也讲咱有退步无？吼，你也无甲关心伊可能有退步吼。我留即张吼，我哪会留即张拢无写字，敢若写讲若无问题，我继续讲。吼，我拄仔讲吼，过去咱的司法是学了无济，咱对方吼，即马学了无济，因是真正有一个学了无济吼。就是一个少年的学生查某的，抓一张白纸吼，结果即马变成一个运动吼。我有哪想讲吼，其实当年吼，你知影讲有头家、教授吼、老师吼，也是公务人员吼，也是连警察吼、法官吼，也是讲伊就是一个小小的咧工作人员安尼啊。我过去足侪人会甲我相援，所以其实我一直拢足感动嘛，足感恩嘛，足感谢的。所以我开始看无做了后，我一直咧想讲其实一个人真正无法度做啥物代志，真诶。我逐工起床，我感觉讲我会腰脊骨骼安尼一定走进去足疼诶，嘛徛袂知嘛徛袂定所以讲，敢若有透过讲逐个继续去关心伊才有可能讲我感觉讲即个法反酷刑即禁止酷刑的即个公约我个人感觉啦应该明年应该会过。所以好我搁甲杀一个无人关心，伊就当作无即回事啊。过去伊做足侪毋对的代志，伊若愿意出来道歉，也是讲咱莫甲处罚，你会使接受的。我会使。你无甲我赔偿嘛，毋过你莫，我无希望看到后一个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你若讲一个讲要互促进咱的社会的和谐的进步。我感觉即个转型是重要的，转型毋是要去处罚讲以前你做啥物毋对的代志，是讲恁出来讲以前哪会发生做诶代志，阮无要甲你处罚。问题是伊做诶经验，咱政府收集了后，伊会使改咱诶法啊，法治国家就是安尼，伊较会进步。你若讲逐个讲你若承认，我著甲你签死，我著甲你共侵杀，我嘛要甲你侵杀。这咱亚洲著较会以牙还牙，印报主义嘛印报主义台语我袂晓讲就是咱拢会即个形态我感觉是无好的有当讲毋是讲我心态有好，我毋知。毋过你若问我会感觉讲，伊过去伊做毋对，毋是。迄是伊的代志，伊若愿意改善，咱就甲感谢感恩，咱家己，我以人权角度，我永远无想要变成甲伊共款的人，这是一个人权的一个算誓言，就因为咱无想要变成甲伊共款的人，所以不管伊做啥物无好的代志，咱就爱甲伊共款做无好嘛，毋是？咱因为咱甲伊是无共款的人，咱是一个。正常爱台湾的人，所以我感觉即个观念，我一直会甲我的朋友讲，其实我是较支持即个想法的。你莫讲像讲咱过去迄个转型的正义的时阵，迄干若去用冤枉的赔，咱赔300几亿啊！咱迄真常和解委员会拢讲赔300几亿，
足侪人受害。啊，问题是讲对我来讲，咱后届莫阁有人受害，这才是重点。啊，受害就一定造成啊，无要安怎？无法度安怎啊？对无？啊，我看到会进步，其实我心内是较欢喜的。哦，冤案拢是安怎？伊发生咧20档、30档以前啊。啊，你20档、30档以前，咧第一时间你无甲查好清楚，吼，啊无甲查好清楚的时阵，你即马讲，证据拢无去啊，吼，啊你要安处理？所以讲，咱这就第一，咱爱建立迄个再审非常上诉的制度，爱搁改较好诶。虽然咱咧2005年有改过，吼，甲迄个互伊迄个再审会使搁较方便，吼啊。冤案佫会使，算讲会使提出，讲你也冤枉的。啊，问题讲迄佫无够，吼，咱即马就是爱全部的规套的，你袂使讲，吼，遮有问题你改遮，遐有问题你改遐，吼，一个好的制度是你要安怎好较好，就是讲，咱对你一个人入去法院，无应该讲，你一个人入去警察局了后开始，伊所有的对待就是拢爱公平的，吼。伊若有犯罪，你就是甲处理嘛，伊就甲判刑，伊会去用关，你若讲无我冤枉的，你就爱调查清楚，你袂使讲啊，反正我先甲你关甲讲啊，你后届你有啥物问题，你去申请国家赔偿，迄交阮啥物地带？你无一个监督，无一个够好的人权的思想，有法治的精神，咱冤案就永远搁伫个。问题永远无法改善，所以我感觉讲这就爱全面全盘来检讨。啊，就是今仔日呢，我先讲真欢喜会使，迄个李港局基金会黄伟志啊邀请来，啊这嘛我感觉是一个真好的活动。啊，逐个会问的拢最重要，嘛是我心内想的。啊，问题是讲咱关心的人真正是有淡薄仔少。啊，所以伊进步就淡薄仔慢，啊，问题是讲，以我的看法，以我几年的经验，我转来20档啊，我对2003年无做当庭，就放我转来释放到即马我拄要20档啊，后个月我就满20档啊，其实我感觉讲我做的代志是有意义的。其实我毋知影讲，即个意义到底会啥。毋过至少我无，你看我还阁有笑会使甲逐个开讲，我感觉这就是我的进步。其实我心内是足艰苦的，我逐年去看阮老的时阵，我无法度寄出迄个遗书，因为阮老的无法度等我转来。我真感谢迄阵法官有互我去看阮老的头尾一面，所以。我会使做讲我其实无法度做遐，我逐工我拢足无想要上班的，我就想要踮咧厝诶拍电动挑骹咧喙手安尼看电视看第4台。问题是讲，咱嘛是有足侪需要去学习的去进步的所以讲这一切我感觉拢真值啦。即个阮爸后壁有诶迄个。一寡迄个教授啦，还有头家啦，还有副社啦，还有家属拢有咱台湾头一届1997年，咱台湾头一届为着司法为着死刑案件游行的，足侪迄届足侪人的这是至今的足侪人参加的啦这是04年台湾人权促进会，就是。迄阵阮迄个年代是足保守的，人根本就无啥要插伊，所以因就搁办音乐会。你毋捌看过少年的 Peter 啊即个红豆手片 Peter， 即个是日本的迄个史音教授。即个呢是迄个即马单场会主委林峰正，伊嘛是前台拳会的会长、财务长同遮手边即个就苏有成律师。就是伊一开，苏有成就是一开始，拢足少年的，这是2000年22年前，对，所以讲你看讲，我拄仔讲较济
有像讲，迄个即马有加一个乐乐平反协会，这较新啦吼。啊，书改会是阮后壁，伊是1996年正式成立的吼。啊，搁有即马嘛有迄个废除死刑的推动的联盟。啊，你讲，伊这是毋是人拢会？人莫讲支持，无甲配喙烂就好啊。啊，问题恁感觉这有重要无？当然重要啊。所以讲有当下我感觉讲，你看因一个团体吼，其实甲阮的义务的律师吼，甲一寡教授做做侪代志。你看，1997年刑求吼改善吼，1998年吼被害人爱保护。你袂使讲冤案敢若看到冤案，你被害人敢无可怜？足可怜的吼啊！过来，1999年，以前有人权，无人权，吼，以前连律师权都是后壁较有诶啊，以前迄律师吼，法官讲安怎，伊无啥物权利啊，吼，迄诉讼不平等，吼，咱甲尾啊较改善诶，吼啊，甲2003年啥物进步？立法院进步啊，咱咧立委修法，所以咱所有诶啥物无罪推定诶原则啦，吼，严格的证据，你袂使佫讲啊！我看你是歹人，你就去甲你判死刑，袂使。你啥物代志，你爱判人有罪，你爱看证据。所以，咱国家2007年开始，咱若讲科学的鉴定啊，吼，啊，即马几年啊？是安怎后壁我到尾啊，我有讲，我拄仔讲遐就是淡薄进步。啊，毋过，咱啥物拢有，咱啥物拢做甲无一定讲做甲同好。所以这进步空间是有诶，吼啊，这台关会的 logo 吼，哦啊要讲了吼，啊这是我拄出来迄年的相片，2003年吼，白泡泡幼绵绵啊，因为我真惨，我11当半毋捌读过日头，所以足白的，你看我即摆黑斑，我迄阵白甲干那样，对无？我拢迄阵人拢讲我哪会遮少年。啊，因为我毋知要创啥啊，我就是逐工拢叫人关掉的。啊，伊迄1点几平啊，尔，就是恁知影榻榻米哦，就是差不多2个榻榻米遐大尔，啊，叫人关2000几工，啊，11年啊，啊，所以讲对我来讲吼，咱若去覆盖迄个人权，迄个法律的意涵的时阵，黑白人以前人拢讲啥物？迄个。法律吼万条啦吼，啊不如吼自由行政一条啦，吼啊，伊哪来讲就讲，伊拢法拢在因品的啊，伊无你当无一个讲一个基准的时阵，伊就乱去啊吼，啊嘛是讲人权就去用侵犯吼，啊迄个所以讲吼，我最重视的就是。人权教育，吼，啊真荣幸嘛真欢喜吼，今仔日会使来甲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吼，啊算讲后届吼，恁若有机会会使去倒去台关会，去书改会，吼，啊像迄废书联盟啊，咧楼顶啊尔，吼，啊逐个会使去甲因关心看者，你无一定爱支持伊，无一定爱相信伊，毋过呢，同基本的，你爱去了解因，你较知影因咧创啥啦。啊，咱拢还无去了解伊创啥，你就讲啊，迄拢一寡学了无济，对无？毋知因咧遐创啥个，咱拢咧救歹人，吼，咱就会安尼有偏见，吼，啊真感谢今仔日会使来遮甲大家分享，谢谢。建和甲伊甲控制时间吼，准时安尼吼。时间的关系啦吼，毋过我嘛小可分享一下吼，即个迄当阵一寡人权团体、一寡民间社团吼，做伙伫为着即个冤案吼，啊咧走总苏建和3个人吼，啊伫救援的过程啦吼，啊印象上深的就是有发起一个活动吼，就是伫个即个济南教会的即个4箍链长吼，啊当然这是算是。应该教会内底一寡兄弟啦，就是讲发起讲，咱来亲像迄个圣经故事吼内底吼，迄个讲，来即个所在咱甲一直行吼，
讲是苦行嘛，无算苦行，因为嘛无讲足长的时间，毋过就是逐工某一个时间点吼，毋知下晡几点，啊，就一群人就伫遐为教会安尼行，毋知几年我嘛袂记者，吼，你就是安尼行吼，啊，当然对外口人看就是讲奇怪，遐毋知创啥，笑的伫遐毋知咧惊啥，但是即群人就是讲，敢若表现一个意志啦，吼，就是讲咱为着遮个冤案，也是讲受害者吼，啊，要来甲因救援吼，其中一个要互外界的人去来看现也好，也是讲有啥物款拄好经过看到，吼，想讲来了解一下好，然后用各种方法，吼，啊，希望会当互较侪人来关心即个议题，也是注意即个议题吼。啊，其实这人权的代志，甲咱语言吼的状况拢共款，拄则有几大位拢有问着讲。啥物是上困难的吼？在推动的过程，也是讲啥物是感觉上重要的等等吼。啊，其实拢甲咱这语言议题拢有共通的部分啦吼。啊，拢是爱搁较侪人来共同关心吼。啊，爱想各种办法吼，伫各种无共款的所在，看会当突破较侪即个困境无吼。啊，来看会当搁较进步无吼。